怪，佢係整個湖心路乃至成個斗門房價最貴，但係咧佢亦都係賣得最好嘅。特別每一次嚟到湖心路咧，我比較中意呢度嘅空氣以及佢嘅環境。我覺得比較靚嘅位置咧，就係佢嘅景觀面啊！好多都中意住高層嘅，呢個係真係高層靚景咧，冇任何嘅遮擋嘅。好啦，我係家俊 Jason 呢一集咧嚟到珠海市湖心路嘅五洲家園，同大家分享下98平方嘅大四房。我哋俾個鏡頭咧，可以睇翻呢一個時間咧，成個小區園林咧係好熱鬧嘅。而家維持於2期同埋3期之間啊！睇下我哋啲小朋友好好奇咁，我哋喺度拍攝下。咁啊，早段時間咧，20棟嘅116同埋119平方咧，基本上大部分嘅樓層咧都已經係售罄啦。接落嚟咧，剩低嘅就係98平方嘅呢個高層靚景單位啦。而家跟住 Jason 嘅鏡頭咧，就嚟翻佢而家目前所在嘅2期，以及我哋去翻佢嘅4期嘅園林啦。每一個地方咧都係呢種百年古樹嚇。小區嘅居住氛圍咧，同埋人氣咧，我覺得係相當足夠嘅。咁啊，而家咧啱好係放學時間咧，4點55分啊！嗱，太陽幾乎近乎係落山啦。隔離係嘉禾城，呢一個係湖心路嘅樂思國際幼兒園。咁我哋可以見翻啦。我哋無論係呢一個嘅後側嘅園林，或者係中間嘅園林咧，都係好熱鬧嘅。因為咧五洲家園佢嘅2期、3期、4期咧。咁呢度係一字排開，而家我哋過去睇嘅係29棟嘅戶型啦，2梯5伙嘅構造。咁啊，其中最細嘅面積52平方嘅精裝修2房咧，樓層都已經唔係太多啦。之後咧就係88平方咧就全部售罄啦。咁啊，剩低嘅係98平方。呢一次咧發展商亦都係做咗調價嘅改動。咁啊，最平嘅樓層單位咧，可以去到157萬左右。當然啦，高層單位同佢嘅價差咧係去到有10幾萬。咁啊，大概平均咧可能係170幾萬嘅總價啦。啊，同樣係豪裝交付嘅。我哋可以睇翻呢度就係我哋嘅前方位置啊，前方園林。並且咧，而家佢嘅會所咧，籃球場以及係羽毛球場咧，已經係正式對外去開放使用㗎啦。嗱，到翻呢一個位置咧，就係兒童樂園啦。咁啊，而家咧亦都係有小朋友喺度活動當中㗎啦。我比較中意喺佢呢一個位置去行嘅。啊，特別呢種古樹嚇，即係成個小區園林咧有一種比較有歷史底蘊嘅感覺咯。仲有咧就佢同隔離嘅嘉禾城之間嘅樓間距咧係好闊嘅。所以無論我哋係朝北或者係朝南咧，都有住比較開闊嘅空間。咁啊，再加埋咧，特別每一次嚟到湖心路咧，我比較中意呢度嘅空氣以及佢嘅環境。咁我哋亦都可以感受到咧，呢2年咧係多咗好多港澳朋友咧熟悉五洲家園嘅，因為的確咧佢係一個好品質。好奇怪，佢係整個湖心路乃至成個斗門房價最貴，但係咧，佢亦都係賣得最好嘅。早喺前2個禮拜咧，就公佈嘅網簽數據咧，五洲家園咧仍然穩坐成個斗門區網簽數據嘅 No.1， 去到係300幾套。咁啊，剩低仲有幾十套咧，暫時未網簽嘅。咁啊，幾乎個數據已經係去到400套㗎啦。嗱，我哋可以睇翻呢一個位置，為小朋友打造咗好多活動嘅區域啦。啊，並且咧就一字排開，種咗好多百年古樹。啊，啲古樹開始慢慢，雖然而家係冬天嚇，我覺得到翻明年春天嘅時期咧，佢會更加之靚啦，綠油油嘅一片。嗱，珠海有呢一個好處啦。嗱，到翻29棟啦，我哋喺度行翻出去，我哋不妨行到呢一個湖邊俾大家睇下。珠海咧，佢好嘅地方咧，好似而家已經係今日係12月12號，但係咧嗱，Jason 一件西裝外套，入邊係一件恤衫。其實以今日嘅天氣咧，一件恤衫咧基本都足夠噶啦。咁啊，因為工作原因咧，咁我只係西裝外套啫。珠海呢個環境點解越嚟越多北方嘅朋友咧，或者港澳嘅朋友，甚至海外嘅華僑華人咧，中意翻到嚟珠海生活？首先咧，佢嘅房價唔會太高，咁
咁靚環境嘅小區，佢個房價咧萬幾蚊，再加埋咧我哋嘅自然空氣啊、環境啊嗱，嗰條路咧一直佈置到過嚟啦。啊，呢一帶咧就係未來發展商嘅5期地塊。嗱，當然啦，未來呢度咧就係5期嘅地塊，望晒成個湖景㗎啦。過翻去咧就係白藤頭嘅海鮮街市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上去睇下示範單位，嚟到翻29棟嘅正前方咧，朝南個位置，我哋可以見到呢個位置啊，亦都種咗好多百年古樹。當然啦，我覺得前方嗱，我哋睇翻佢嘅物業管理啊，我一直咧就好主力推5洲家園嘅。老實講咧，就我自己係相當之認可呢一個樓盤，無論從品質、裝修以及物業管理，係真係做得相當好嘅，而且交付零風險。啊，我哋交付5洲家園咧，亦都係最簡單、最輕鬆嘅，冇太多嘅售後問題。業主朋友亦都係好認可嘅。咁而家咧，Jason嘅公司咧，更係推出好多對5洲家園客戶嘅一個私宴接待。啊，咁我哋咧成交咗嘅客戶咧，全部都可以安排喺呢一個嘅海鮮佬做一個接待嘅。因為呢一個靚嘅園林、靚嘅社區咧，我覺得係佢應該係介紹俾親戚或者係朋友，大家一齊過嚟居住嘅。我哋可以睇翻由呢度一路望過去，啊，唔單止係空氣環境舒服，仲有睇翻個交標。而家係位於29棟嘅樓下啦。呢一個位置咧，嗱，專門為我哋即係行動不便嘅朋友或者係有單車嘅朋友而設嘅。入翻去係一個架空層。咁啊，當然咧，佢就冇話係現代嘅一個4.0產品，樓下做飯會所啦。但係當然咧，佢樓下嘅空間咧，亦都係好充足嘅。咁我哋自己咧。我哋可以睇到啦。目前咧，因為斗門咧，佢有部分地方咧，仍然係要用呢一個嘅電動車去出行、去代步嘅，因為比較靈活同埋方便啊嘛。OK，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去示範單位啊。嚟到29棟嘅示範單位，2梯5戶嘅設計。而家過嚟係睇嘅係01戶型嘅98平方，做到4房嘅設計。首先入戶嘅大門咧，呢個裝甲大門以及係多用途嘅密碼鎖。仲贈送咗大概係有5個平方嘅入戶花園，呢個玻璃窗已經做好咗啦。咁後期咧，我哋自己可以做封窗設計，都冇問題嘅。入翻去就係廚房，成個右手邊係廚房嘅佈局。我哋先入去感受下廚房，呢一個位置係可以擺得落雙門嘅大雪櫃 L 字形嘅佈局。我哋可以見到啊，抽油煙機以及係洗碗機，仲有係消毒碗櫃、灶台，係贈送咗4件套。目前見到嘅係方太嘅品牌，咁過翻去咧都係大星盤啦。5洲咧一直用嘅品質咧，你只要嚟到現場，你肉眼去睇過，同埋你用手去觸摸過，就可以睇到咧佢對材料咧係有幾咁認真，或者係幾咁負責任啦。由屋企以內、客廳所有嘅位置，所有嘅護牆板、背景板、防火、防霉、防潮。全部係同你做好晒啦，中央空調交標嘅。咁啊，餐台呢個位置咧可以擺6人嘅餐台。過翻去咧係客廳嘅位置，我哋可以感受下成個客廳嘅開間咧，其實係比較舒適嘅。包括我哋嘅沙發背景板啦，木紋木質嘅一個背景板、護牆板。前方咧另外唔同顏色搭配嘅一個護牆板。電視櫃嘅電視背景板咧，咁佢亦都有3種唔同顏色嘅一個層次感嘅設計啦。出翻去咧，露台位置，發展商同樣係同你做咗封窗嘅設計。咁呢一期咧，我覺得比較靚嘅位置咧，就係佢嘅景觀面啊！嗱，觀眾朋友，而家因為賣緊嘅都係高層單位嚇，咁啊，我記得係有20幾樓嘅高層單位。越過前方嘅呢個樓盤咧，可以望晒成個金灣以及係對岸嘅橫琴啦、紅鶴大橋啦。前方少少係白藤頭嘅海鮮市場嚇，甚至咧，雖然未來前方呢個地塊咧係發展商自己5期嘅地塊，咁我哋正前方呢個朝南向咧，未來亦都係興建4到5層嘅一個低密度嘅別墅，所以你只要係6到7樓以上咧，雖然你睇唔到海景，咁我哋低層咧就睇翻小區園林朝南嘅。如果高層單位咧，就望晒呢一個海景嘅位置啦。咁我覺得係比較視野開闊嘅。嗱，望埋金灣嘅航空新城啊！呢棟咧係華發嘅酒店嚇，華發嘅萬豪酒店啊，商務中心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咧，其實佢整體嘅交付標準咧係好高嘅。
只要自己簡單買少少嘅沙發，呢一個嘅餐台，幾乎就可以入住㗎啦。嚟翻第一個房間啦，同樣佢嘅膠標，我諗好多朋友喺鏡頭前都見過五洲家園嘅膠標啦。榻榻米、吊櫃、書台、書櫃、空調、衣櫃、實木地板，通通都係交付標準。甚至房間入邊嘅藝術漆，嗱呢個位置都係交付標準。再過翻嚟第二間房，一樣嘅，所有嘢已經配備咗啦。咁幾乎你只需要帶簡單嘅被鋪，你就可以過嚟入住啦。嚟翻咧就係第三間房，呢間房，咁呢間房咧自己就買張1.5到1.8米嘅雙人大床啦。呢個位置嘅背景板咧，同樣係同你做好啦。其他位置咧係油咗藝術漆嘅。呢一側咧大玻璃面，望翻嘅都係小區嘅園林嚇，未來係小區嘅園林以及係幼兒園啦。咁望亦都同樣可以望到山景，以及係金灣嘅航空新城，仲要係中央空調嘅。再過翻去咧，正前方咧就係客廁啦。我入去俾你哋感受下，客廁已經做好咗3面嘅鏡櫃啦。其實五洲佢用料咧，佢總體嘅質感咧係幾好嘅，包括呢個洗手台咧，佢一路咧呢一個大理石面咧係連通過嚟嘅。咁我哋居住咗之後咧，就會有好多嘅雜物啦。入翻嚟淋浴區呢一個位置大玻璃面，咁呢一個位置咧，發展商同我哋開槽做咗個排水位嘅，並且咧係防滑嘅一個地板磚啦。我哋可以即係肉眼可以觸摸到佢總體嘅用料，俾我哋嘅手感咧係幾好嘅。再過翻去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一入嚟咧，呢個位置係4線嘅到頂大衣櫃啊。再過翻咧，我比較中意呢個位置，呢個我哋值得介紹下。入嚟嘅呢個位置咧，同你畫咗3個嘅收納櫃，再加埋落少少啦，一共係有5格櫃嘅。咁其中3格咧係開放式嘅。因為搬咗入嚟，我哋好多自己嘅飾物啦、藝術品啦，甚至即係有時候合照咧，可以喺呢啲位置擺放嘅，做得幾細心嘅。咁成個呢個實木門嘅邊框去包裹啦。我哋自己可以睇翻佢門嘅質地咧，的確係可以做得好靚嘅。你自己你一定要嚟到現場用肉眼去感受佢。所以點解個個都話五洲家園賣得貴？但係我哋大家要計算佢。你見到嘛？智能馬桶一入嚟佢就已經有反應啦。智能嘅馬桶咁鏡櫃已經做好晒啦，包括呢個位置一路延伸過去。洗面盆同樣係呢一個主人套房嘅洗手間咧，我感覺佢嘅空間都會更加之寬落。再加埋咧，我哋呢一個位置咧，同你係有3個嘅呢個鋁合金嘅壁龕喺度嘅。方便我哋放嘅日常用品啦。五洲家園大家話佢嘅單價貴，但係咧我哋要拉翻佢嘅得房率，畢竟佢98平方可以秒殺周邊110到110幾嘅一個嘅實用面積。咁其實你要拉翻落嚟之後，其實佢嘅單價咧就真係唔高嘅，而且我哋要再計算翻佢嘅交付標準。衣櫃、中央空調、護牆板、背景板、實木地板，通通都同你做好晒啦。我哋再睇翻啦，佢細心嘅環節地方，呢一個位置，因為我哋沖涼出嚟咧會有好多水嘅，拖鞋咧會濕立立嘅，咁樣佢過翻呢個位置區位，佢同你做瓷磚嘅設計，唔使話做呢個實木地板，有時候可能即係時間耐啦、滲水啦，或者踩嘅水漬會多咧，會霉啦、會反潮啦，但係佢喺呢個位置咧同你做呢個瓷磚面，咁最起碼咧就隔開咗呢個水漬啦，入翻嚟咧先係一個實木地板。之後咧，每一個位置咧都做護牆板嘅，咁我哋可以睇翻啦。牆頭咧用咗唔同嘅一個設計，其他地方都係啦。並且呢個主人房咧係做咗天花、中央空調，即係會好簡潔啦，即係方方正正，好簡潔嘅。呢個玻璃面，我認為係成間屋最吸引一個地方，同客廳同樣嘅。呢個防護網拆咗之後，大嘅玻璃面，肉眼而家咁樣望晒出去，如果你話中意高層嘅朋友，因為我哋香港嘅朋友咧，好多都中意住高層嘅，呢個係真係高層靚景咧，冇任何嘅遮擋啊！而家已經傍晚嘅5點半啦，如果朝早或者係早少少藍天白雲咧，真係望到橫琴甚至落邊嘅金灣，好靚嘅呢個景，一定會好舒服嘅。咁有時候咧有船咧喺度經過啦，即係有一種令到你好放鬆、好自由嘅感覺。佢100，你當佢係買高層單位170幾萬，咁拉翻落嚟嘅單價咧係17000幾，但係發展商佢嘅得房率咧，比周邊嘅120平方仲要實用，
仲要高得房率，再加埋佢呢一個交付標準，你自己重新按而家目前嘅精裝修，白色嘅耳膠漆，冇護牆板、冇背景板、冇衣櫃、冇吊櫃，做全屋定製，98平方，你最起碼你要做到20萬嘅全屋定製，你先有佢呢個嘅交付標準。因為 Jason 自己有裝修團隊，有裝修公司，所以我大概亦都可以測算到你自己需要做嘅呢一個嘅標準。甚至封窗都要當然啦，呢個面積細啲，可能咧就1萬蚊以內可以搞掂啦。但係其實好多地方咧都展現咗五洲家園佢嘅一個用料擺出去嘅。所以點解喺成個斗門區佢一直以嚟處於價錢最高，但係銷量咧仍然係最高，因為中意品質嘅朋友係好認可佢嘅。當然咧，即係要睇翻自己個人嘅預算，甚至呢一個景觀，呢一個朝向係最後嘅10幾套嘅特價單位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就掃 Jason 嘅二維碼，或者係 WhatsApp Jason，接你過嚟實地睇睇。OK， 我哋呢集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